呢個係一個叫做關愛輕撫 （soothing touch） 嘅練習。當你覺得唔開心嘅時候，一個好簡單安撫自己、俾到支持自己嘅方法，就係容讓自己輕輕咁樣去輕撫自己，又或者係俾一個溫柔嘅擁抱俾我哋自己。做呢一樣嘢，可能有啲同事會覺得唔習慣，又或者係尷尬。但係其實我哋可以一齊探索一下身體嘅回應，就好似 BB 俾媽媽抱住咗咁樣，睇下身體對呢一啲溫暖同埋充滿關懷嘅動作作出咗啲乜嘢嘅反應。有研究就顯示，輕撫自己嘅身體其實可以提供到安全感俾自己，亦都可以幫助舒緩我哋嘅情緒。所以點解我哋唔一齊試下呢？而家我哋試下揾一個舒適自在嘅位置，坐得舒服一啲。然後當我哋覺得準備好啦，我哋就可以放鬆視線，甚或是係合上我哋嘅眼睛。喺開始舒緩觸摸嘅練習之前，我會帶領大家首先做一個吸氣、閉氣同埋呼氣嘅練習。首先，我哋試下用鼻吸氣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後閉氣，一、二，然後呼氣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我哋而家試下再重複2至3次啊！用鼻吸氣，一、二、三，閉氣，一、二，然後慢慢咁呼氣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繼續用鼻吸氣，一、二、三，閉氣，一、二，然後緩慢地呼氣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呼氣嘅時候，我哋而家不如試下輕輕咁將其中一隻手放喺我哋嘅心口上面，感受一下隻手放喺心口上面嘅感覺同埋溫暖。而如果你願意嘅話，你亦都可以將雙手都放喺胸口，感受一下單手同雙手之間嘅分別，亦都容讓自己感受一下隻手放喺心口上面嘅嗰種嘅觸感，嗰種嘅溫暖，嗰種嘅感覺。而家我哋亦都可以試下用手喺胸口上面輕輕咁打圈，加深一下觸摸嘅呢一種嘅感覺，繼而感受住每次呼吸嘅時候，我哋身體上面自然嘅起伏。隨住每次吸氣同埋呼氣，我哋都可以試下喺呢一種感覺上面停留一陣，探索一下其他可能會令你覺得有舒緩感覺嘅一啲嘅動作。例如，我哋可以試下輕輕咁樣觸摸我哋嘅頸部，觸摸我哋嘅面頰，
亦都可以試下喺手背上面畫圈，將雙手放喺小腹上面，感受一下掌心嘅溫度傳到小腹嘅感覺。又或者可以交叉雙臂，俾自己一個充滿住溫柔、充滿住關懷嘅擁抱。呢一啲動作都可以讓我哋嘅身體感受到一種舒緩嘅感覺，激活我哋嘅副交感神經系統，迅速令到我哋心情能夠恢復平靜。所以我哋可以善用呢一種簡單直接嘅方式咧，去嘗試練習善待自己。呢一個就係今日嘅練習主題，關愛輕撫 （Soothing Touch）啦。